湾有一个旅客为台北坐船到福州入境检查行李的时阵，互查出有早60罐无申报的甘草紫砂的药水，随着送检验咯，结果验出来这个药水有含莫非的成分，这个旅客转服用走私毒品的罪，移送法办。所以，咱的乡亲若去中国游览，啥会使炸，啥袂使炸，一定爱问好清楚。讲像这个无线电的收发信机，像这个政治类的册，或者是相片等等，拢袂当炸入去中国，若互查到，是要接受到当地审判。甘草紫砂水内面是黑色的，就是类似这款的紫砂水，互台湾一名旅客触发啦。这位旅客日前坐船前往福州，伫平潭口岸入境的时，旅检官员发现行李内面有60罐无申报的甘草紫砂水，经过现场送验，查出着甘草紫砂水内面含有莫非的成分。这位旅客嘛因此被以涉嫌走私毒品罪移送。它含有这个吗啡精或是咖啡因的成分呢，60瓶数量是太多，可能会提炼成一种违禁药。其实之前伫台湾冒出阿兵哥，使用医师所开的处方紫砂水，被军方验出这尿内面有毒品的反应，因此被列戒42天。还佫有一位幼稚园的查甫囡仔，伊啉甘草紫砂水，因此昏迷。台湾食药署指出，因为成分含有可待因，是一种阿片类药物，是医生处方的用药。即次嘛，因为这款的药水，台湾旅客早入中国，加上数量上多的触发，要提醒前往中国的民众。我们以香港来说，我们黄生女孩子、女性黄生的这种黄染喷雾剂，这些还有像警棍啊、伸缩警棍，这些都是违禁品，都不能携带。每一个地区出入境的管制物品拢无同，民众出国的时阵一定要查清楚，尤其是药品更加爱谨慎，才袂互家己面临官司。